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在今天继续要念的这个课本经常会有这样嫉妒心。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他们二人谁的罪过更严重呢？就这样前面我们就是讲过的这个故事的后面。那么我们经常就是对任何一个人，就像前面的这个葛西一样，他的这个他也对他自己的师兄的这个嫉妒心以这样的人来说的话，就嫉妒心跟竞争心等亦无益于己，无害于人。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相当就是在经常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有这样的竞争心跟嫉妒心，这些来说到，从实践法的角度来说到，也是这个人他自己不轻松，会很辛苦。那么从我们佛法的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说的，那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那所有的修行人今天如果是自己好好的看一下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如果真的有这些的概念跟想法的时候，就必须得要改，从小的方面改。今天有这种想法，马上要断除所有一切的这些的念头是做不到的。但是你做不到的情况下，不是永远也不要做，那不对的。从小的方面去改从小的方面一定要去改到习惯，那你就越来越会达到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既然我们这一生当中呢，就是已经遇到了这么殊胜圆满的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要往那个方面，就是要一切的努力都是往那个方面去做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么就是有充满嫉妒心，充满这种竞争心，充满就是伤害他人的心，整天到晚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再多念了多少的经修了多少的法，做了多少的善事，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解脱的质量。那当然就是任何一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目的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一些那个善事的时候，都是有功德，功德是有的，但是功德是有大与小。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而且是真正的有传承，真正的有进入修持的一个这样的弟子来说的话，那就尽可能的就是要这一生当中断除所有这些的烦恼，能够可以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人的一个这样的标准的一个佛教徒的一个这样的状态。那么如果达到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成就那么就是能够可以成佛，已经是很接近的。那么如果是真的就是这一生当中能做到这样的时候呢，为什么说成就？因为一开始没有学习佛法的之前呢，你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实践人。那么学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从内心当中都可以能够断除这些对他人的嫉妒心跟对他人的这种竞争心，以及伤害他人利益自己的这些一切的这种念头的时候呢，你已经是非实践人，你真正的是一个修行人。所以你达到修行人，很多人都说修行人比较可以忍辱，修行人可以比较有那个慈悲心比较善良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才会比较慈悲真正的修行人才会善良。原因是什么呢？你这样学习来的，学习得到的成就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积累罪业而已。所以应当断除这种恶行。若他人恒时圆满种性、容颜、财产、广闻等功德甚缘时，当以诚心诚意的修欢喜心，并且观想，某人就有这样的功德财富，我十分高兴。
甚至如果此人就有胜过这些权势、财富、名誉、功德等福德，一切吉祥圆满，该多好啊！从内心深处观修所谓的息无量药，犹如骆驼找回了丢失的怎么说呢？幼崽一样。母骆驼比其他众生更加慈爱他的孩子。如果他的骆驼间丢失了，他会非常忧伤。假如舍不得，他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喜悦之心，因如此修学。所以这个呢，就是当然所有的母亲都是对孩子是非常非常的慈悲，有非常非常的爱，对吧？那么从感情的角度，从一个爱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有非常怎么说呢，纯的也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爱。母亲对小孩的爱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不是要依靠他，我要得到什么，或者是我爱他，他会给我什么，不是这样的一种爱。他呢，完完全全我为了小孩可以付出多少都可以，但是为了小孩的健康，母亲可以死一次也是能够可以再做得到的，因为这就是母亲对小孩的爱。但所有这些众生里面呢，就是众生的所有这些母亲里面，那么骆驼呢，对他的这个就是小骆驼对他的小孩的爱呢，就是完完全全是最好的，而且是超过所有其他的动物的对小孩的爱。所以这就是一个比对，我们就是可以这样想。那如果是他的小孩丢失了，那我们就今天先不去想骆驼，那我们就是像我们一个人一个母亲，他的小孩丢失了，那他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子？会是多少痛苦？那当然就是有这种故事是特别多啊。世界上有就是丢失了小孩，然后母亲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得了病的，然后就是会疯掉的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故事是很多嘛，对不对？但是呢，骆驼可能是比人类的还是更加的怎么说呢？疼爱他自己的小孩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想。那这样的一个母亲丢失了小孩会是怎么样子？那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表达，用实践的语言来表达的一种痛苦嘛，对不对？那如果他把这个招回来了，那么这个捡回来了，那他的怎么说呢？那个喜乐，他的开心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实践的一个东西可以替代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完全没有办法以我们这个实践的语言来表达说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开心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高兴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的整个的身心会得到什么样子的一种怎么说呢，快乐的这个感受，这个我们都说不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如果是我们看到他人有这么圆满的财富跟权势，还有那个各个方面他的学问也好，各个方面有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那么的开心？重点在这里，我们这个修持习无量心的时候呢，那如果是我的朋友也好，你的亲戚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包括你的家人有这么厉害的时候，你就会心里会真的很那么的开心吗？快乐吗？那这个可以分多少什么就是你的敌人越来越好，越来越棒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觉得你的敌人是最好、最殊胜、最圆满，他是最厉害，那你心里会怎么样子去想？那你的朋友或者你认识的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那这些那会有更好的那种权势也好，更好的财富也好，这种时候，那你心里会得到真正的，就像那个母骆驼丢失了他的小孩再找回来一样的开心吗？你有没有达到？一个妈妈丢失了他的小孩再捡回来的时候，
那个妈妈会有多高兴？那你看到你的敌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有这种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前世感，他的这种功德圆满的时候，你会这么的开心吗？你真的有得到这种开心吗？这是我们的目标，好不好？我们习无量心的目标就是这样的。嫉妒的对象不一定是全部都是敌人跟仇人，反而敌人跟仇人都会忘记，嫉妒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朋友跟自己的环境里面的人。所以众生的可怜就是这样。那么佛陀说，佛陀是为了一切众生，小孩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佛陀为了所有的小孩，小孩为了自己。那么佛陀称呼我们所有的众生就是小孩。为什么说小孩呢？因为这个并不是说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个80岁的爷爷或者是90岁的奶奶，他也是，难道他也是小孩吗？会这样想的话，这不对的。从我们的智慧的角度来说的，佛与我们众生的智慧的差异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年人跟一个小孩一样的差异，比这个还更大的差异。所以就是我们形容说一切众生就是小孩，佛陀才是佛陀，佛陀跟小孩，佛陀跟众生的差异就这样。因为什么呢？小孩就是这样很可爱，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带有这种一直都是有对他人竞争跟嫉妒的这样的心，对他又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对自己不断的造很多的业，而且同时也是这种的人心里头心情永远也不会好的。所以我们就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从佛法的角度那就更不用讲，因为我们都是要修解脱的，我们要求解脱的，我们要得到解脱的方法是按照佛经所讲的一样的如理如法的去做，这样才是我们真正的会得到解脱。所以我们众生要变成佛，我们的目的是这样，我们现在是众生，但是我们现在再也不想做众生，我们一定想要做佛菩萨，对吧？对。那么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实践人，必须得要达到非实践人的行为，所以这样才是我们可以在学习的一个方法是正确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修了多长时间，也是这些所有的功德都是变成实践的功德。变成实践的功德的话，实践任何一个福报，就像怎么说呢？那个玉皇大帝是吧？玉皇大帝也是，他也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快乐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从一个世界轮回当中来说的，他的寿命是非常长的，而且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快乐圆满无比的，快乐无比的。但是呢，他也是到了他的这个千万的这些福报耗尽了以后，也一样的轮回。所以佛陀给我们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过玉皇大帝的次数是算得起来的，那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过去我做过多少次玉皇大帝，今天对我也没有任何帮助嘛，还是一样的，就这样的一个人嘛。那如果是这一次再下去的话，我就突然会变成一个蚂蚁，或者是突然会变成一个蟑螂都有可能嘛，这个就不好说嘛。那么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蚂蚁、蟑螂那些，也是过去做过无数无量次的玉皇大帝，但没有用嘛，到现在还是一样的，一只蟑螂，一个蚂蚁，所以没有用嘛。那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地狱中的这些众生，那比起这些畜生更痛苦的，整天到晚都是那么这个怎么说呢？热铁的地基上面，然后感受这种那个怎么说呢？热寒的痛苦，或者是切割的痛苦，或者是那个在那个一次又一次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灌那种铜浆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那么这些的众生也是过去做过很多次、无数次的玉皇大帝，那没有用嘛，到最后还是一样的。所以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一直这样下去是没有任何的用。所以呢，我们就还是要放下
对我们的朋友跟对我们的环境中的所有一切人的这种嫉妒心跟竞争心，没有必要的这些造业的方式，我们必须得要放下。对任何一个人有比我更好的这种功德跟福报智慧，然后财富等等这种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要得到一个喜乐跟喜欢，要欢喜我们就是必须得要就是以这样的内心里面发心的时候，那你就是往开始就是你就是菩萨。那么菩萨有没有痛苦？菩萨没有痛苦啊，菩萨都是只有慈悲大悲心。菩萨的眼泪是为了一切众生流出来的，不是为了他自己痛苦而流出来的。我们众生的眼泪是因为自己痛苦，所以就流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必须得要众生要变成菩萨，以这样的一个规划以这个方向走的话，我们修持是一定要正确的路上走。所以我们要怎么说呢？要达到这种的效果，才是完完全全是对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是念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观音菩萨的信主多少次的问题，我们跟观音菩萨学习了多少次，我们的行为跟观音菩萨的行为比较起来，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跟观音菩萨学习？我们有没有做到跟观音菩萨一模一样的发心？那有做到的情况下，那么就是比起念多少次的心珠还更圆满的。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行为跟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这个起心动念，这样的发心，然后在上面念观音菩萨的心珠，你过去没有任何目的的情况下念1亿遍观音菩萨心珠呢，你有这种的起心动念，然后再念100次的观音菩萨心珠，都是功德都是差不多同样的所以我们就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自己就怎么说呢？那个下手，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身苦意三个当中来说的话，就修行的话，身苦意三个都必须得要配合。那么这里面来说的话，就是意念是最重要的。我们意念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心里的意念不改变的情况下，那么在身体上的一切行为跟口中念的所有一切的咒语都是变成一个假象，一种显现，一种音像。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得要就是一念是最重要的。自本作人着康着我